雅各一生咧，由年輕嘅時候要逃到去舅父嘅屋企寄居，直至做咗舅父嘅女婿，又被佢喺度不斷嘅欺壓，而家咧就一個人係隻身而離開家庭。卻係咧兩大隊嘅係回鄉咧就探親嗱，似乎今次回鄉探親咧就要雅各要面對一生裏邊最頭痛嘅問題，亦都係佢嘅死穴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死穴嘅，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害怕嘅嘢嘅。雅各最害怕就當然係要見翻個哥哥啦。今次要厚著面皮，如果見翻個哥哥時候，會唔會就算過20幾年嘅哥哥都會繼續要追殺佢咧？所以雅各咧呢一刻咧又用盡人嘅智慧咧去處理啦。喺創世記32章13節，那天晚上咧，雅各就喺嗰度過夜，然後咧從佢所擁有嘅牲畜當中咧取出一部分作為給佢哥哥以掃嘅禮物啦。咁啊禮物非常之多㗎，山羊200隻，公山羊20隻，母綿羊200隻，公綿羊20隻，駱駝就30匹，各帶着驢駒子，母牛40頭，公牛10頭，母驢就係20頭，公驢就係10頭嗱。咁咧即係而且仲要分咗一隊一隊咧，將呢啲禮物係送過俾佢哥哥，然後就跟吩咐嘅僕人講：如果你見到我哥哥咧，你又要同佢講我同佢咁樣講，你嘅主人係邊個？你要到哪裏去？在你前面呢啲牲畜係邊個？當我哥哥咁樣問你嘅時候，你就回答話係你僕人雅各嘅，係送給我主以掃嘅禮物，他自己也在我後邊嗱。雅各係吩咐咗第一隊咁做，第二隊咁做，第三隊咁樣做咁而且仲要咧安排咧喺22節裏邊啊，佢那夜起來就帶住佢2個妻子、2個婢女同埋11個孩子，都過了雅博渡口，跟住又打發佢哋過河，讓佢哥哥咧先見到禮物，再見到佢嘅兒女，希望咧就放佢一馬，但係佢自己咧卻冇膽過呢個嘅人生裏邊最難過一關，就係佢要自己點樣面對佢哥哥呢一個係佢生命裏邊最大嘅死穴啊！亦都係佢人生裏邊咧係無計可施嘅一個地方嚟。雅各一生都係用盡咗人嘅智慧，雖然佢一方面敬畏耶和華，但係另一方面佢用盡自己嘅智慧去面對每一次嘅難處。但係今次難處似乎係佢人生裏邊係最冇信心面對嘅，因為佢唔敢去面對呢個曾經追殺過佢嘅哥哥，亦佢係因為點解要追殺？因為佢就係欺騙咗佢長子嘅名分嗱。人嘅盡頭咧，往往係神嘅開始，而且係人嘅方法。聖經話上帝嘅意念總高過人嘅意念啊！究竟今日你同我生命裏邊有冇一啲好難面對嘅嘢？呢啲嘅死位，呢啲嘅人際關係，始終上帝都要我哋面對，我哋卻唔能夠逃避。逃避咗20幾年嘅雅各，今日都要面對呢個嘅死穴。你同我要逃避幾耐呢？倒不如今日面對，仲嚟得積極。